下鏡頭來到嘉義梅山鄉嘅太和村，居民單如係做茶來落實。去年800太水造成當地有50人戶人家轉客，大多數嘅茶葉路本太水大費搶，加上交通唔利便，過到茶商唔敢上山去買茶，使到太和嘅茶產業路沒落嘅。裡面體育權是駐村嘅藝術家聽數下，有嘉義嘅文化創意嘅元素，希望提升太和茶新嘅價值。在那過後，太和茶農也考慮到生態嘅問題，對人自家嘅產業有為新嘅思考。紀錄片圖樣唔平開為一年來，如記錄太和鄉親用嚟強強重建能力，行出困境。太和地區有300人戶人家，800歲在過後做唔得客人嘅有55戶，這5戶有鹹菜嘅危險，也帶嚟嘅主要產業茶未受到嚴重嘅衝擊，有啲茶農嘅製茶廠搶存往里往別嘅。迄個時陣吼，你遮咧做地，流熱滾滾吼，人有遮佚佗嘅人，嘛會來甲咱參觀講咱嘅地。即個安尼來看到安尼，攏會去想到講吼，過來的路唔知要安怎行。遇到安尼嘅天災，就算心茫茫，人哋還係愛過下去。因為他如茶做得雜吼，是去雜茶啦吼，要過生活啊。風災過後，遇到茶商唔敢去太和買茶，甚至到當地採茶賣唔出去。故所茶農結合社區藝術家辦行銷茶會，咪開始用對土地親和嘅方式來種茶。也不噴農藥，就是不施肥了，就自然長這樣子，看可以做出什麼不同的茶葉出來嘛。800歲在過後，有啲茶農開始做生態風茶，咪用研討茶葉行種樹嘅，佢也得建面按用嚟當做嚟維持生態老產業嘅品質。另外咪採取主動出擊嘅方式，唔但將期盼行銷茶會打響太和茶米產業嘅名聲，咪為自家尋到新嘅生存方式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